使徒行传16章16节到34节。16节，有一日，我们要去祈祷的所在，有拄到一个互卜卦的神附身的查某奴隶，伊靠卜卦互主人趁真侪钱。伊缀伫保罗甲阮后面，大声喊：这个人是至高上帝的牧人，要对恁宣布得救的道路。伊真侪日拢安尼喊，保罗感觉真讨厌，就活过去甲迄个邪神讲：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命令你对伊出去。邪神随时对伊出去。查某奴隶的主人看到因趁钱的欲望拢无去，就甲保罗甲西拉扣伫，拖因去市中心见官员，交互罗马官长控告因，讲这个人内底扰乱咱的城，因是犹太人，得传咱罗马人无应该接受也是遵守的风俗习惯。群众参伫攻击。官长就剥保罗甲西拉的衫，命令人用棍仔甲因讲。兵丁甲因讲真济了后，甲因关落家，搁命令顾家的人严密看守。顾家的人接到命令，就甲因关落内家，双骹扣伫叉狂。差不多半暝，保罗甲西拉伫祈祷。吟诗阿罗上帝，其他的犯人拢注意伫听。忽然有大地动，滴到监狱的地基摇掣，所有的监门随时开，犯人的锁链拢落去。顾家的人醒起来，看到监门开开，想讲犯人拢逃走，就飞倒要自杀。保罗大声喊：毋通伤害家己！阮拢伫遮。顾家的人叫人举顶来，撞入去，皮皮掣拍伫保罗甲西拉的骹前，然后带因出去，问讲：先生，我着做甚物才会得到救？因讲：着信主耶稣，你甲你的家就会得到救。因就将主的道理讲互伊甲因全家的人听。迄暝，顾家的人带保罗甲西拉去洗空喙，然后伊甲全家的人拢随时受洗礼。伊带因入去伊的厝，准备物件互因食。伊甲全家拢大欢喜，因为因已经信上帝。